香港朋友想在大灣區找一處宜居、便利、有前景的地方，今日帶你看馬鞍島大灣區幾何中心，港人置業優選的濱海新城，水路直達，新中山客運口岸已開通，65分鐘直達香港中港城，50分鐘到香港機場，無縫銜接香港生活，陸路速達，深中通道20分鐘到深圳前海，南中城際，深江鐵路規劃建設，輕鬆融入灣區1小時生活圈。教育區獲41所學校，省1級紀念小學，西灣外國語學校已開學，香山中學在建，全齡段無憂。醫療灣區醫療承諾地，2所3甲醫院吳佳平、奧科大護航健康。生態13個公園加30公里濱海景觀帶，人均陸地是香港的數倍，推窗見海，出門入院，商業萬科商業街，會展中心，萬豪希爾頓酒店，滿足日常與高端消費，產業賦能1000億級投資，200家企業落戶70%來自深圳，新能源、生物醫藥、數字經濟集聚，帶動人口與資產價值穩步增長。港珠合作，南部區獲10平方公里人工島，對接香港資源，打造國際化濱海商務新城，潛力可期。同樣預算，在香港可能是狹小空間，在馬鞍島，你可以擁有海景大宅加完善配套加灣區未來。大灣區風口已至，馬鞍島港人宜居宜業的第二家園，歡迎親臨品鑑。